點解越係正宗嘅港式奶茶，飲落會越滑越濃郁？好多人以為茶餐廳奶茶不外乎係求其用對絲襪隔一隔，呢個其實係香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港式奶茶製作技藝。佢最犀利嘅地方唔係茶葉有幾貴，而係獨門嘅撞茶手法。師傅要先將粗、中、幼三種茶葉按神秘比例混埋一齊，跟住用棉紗網將滾起嘅茶湯由高處拉落嚟，來回沖撞4次，之後將高溫茶湯猛烈撞入淡奶度，動作一氣呵成。呢種高空沖撞可以帶空氣入茶湯，激發出極致嘅茶香，同時可以等茶多酚同淡奶完美乳化，去晒啲苦澀，只留低滑溜。好嘅奶茶表面會掛住一層細膩嘅茶油，耐都唔散。一杯奶茶既可以提神又可以填飽肚，承載住香港嘅獅子山精神。你飲過最正宗嘅港式奶茶係邊間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分享。